嗯。那个还有什么呢？可以消费的。 Şinjanlılar bizim Şinjan'daki ballar, benim hakkasımızda yani biz Şinjanlı Uygur'un oğallıkımızca ma kulüp yataklarını etken mene Browncu deytmek masak Browncu mene kedamına şunca dacı diyelde mene bizimle Browncu deytken ma Şinjanlı onu. Biz hakkasımız ma Hanzula Şinjan'a çıksa ilgilim lan su kursak yatak hemini belgen bilen biz ma Uygurlar kedamına biz Uygur'unu Browncu deytken mahma man bekle katkanla taktik koyanlar şu Guanju'dan Browncu deytken bizim işte minzu fenkeyle kıyak. 现在这房间还没有了，你刚说有，现在一开10分钟就没有吗？现在楼上还有房间吗？没有了。你刚说有房间，你开10分钟就没有吗？空房没有了。现在要等一会儿可不可以？刚说有，现在一开10分钟就没有是吧？那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刚才你自己说有房间吗？现在你一开10我有没有分钟房间，我也得通过楼上才可以知道。一般来客人的话，我们肯定要说有房间，不能把客人拒之门外。有没有房间？你在上面你才知道，上面的人咋知道呢？知道的话，你在这里前台知道吗？有没有房间？上面的人他们咋知道呢？没有，我们现在你可知道，我是服务员，他是收银员，可知道？这个地方他钱收好了以后，然后收钱吗？然后开个房间吗？开完了。就不让住是吧？对，房间开完了。就不让住是吧？新疆人不让住是吧？不是，你拍视频干嘛呀？我拍视频我自己随便，就是你说不让住吗？不是，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要拍视频呢？我自己随便，你干嘛？就是你说不让住吗？就当那不啦？看我们视频弄的不让住的给你嘛？不是，你看我们视频弄的。哎，我这个店里头现在不是那宾馆里嘛，他们来2个新疆的，新疆不是上回那个派出所的讲不是不让入住嘛，对吧？现在他们硬要入住，这怎么弄呢？对，我现在跟他们讲到这样了，他们讲的是怎么这那的，讲一些我也听不懂。他们是我看他身份证上是维吾尔族的，他们是维吾尔族的。哦，就是。我给他解释到这样了。好，好。退掉这样了，可知道？好，这样呢，把身份证坐一会儿，先到那边再坐一会儿，等一会儿老板一会就过来。好，他们那个公安规定嘛，讲的，现在讲的你们那边的人，他现在不让入住。就为啥不让住呢？我不知道，这我就不清楚，因为这个情况我们只能接到他的通知，他就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去新疆，我们让你们住，你们不让住我们吗？这个不是又不是我们讲的算的事。那就哪里是你们就不要害怕，就直接等的话，他们自己就过来呀。是这样，因为我们接到这个公安系统的他汇报了，他公安系统通知我们要不让入住，我们也没办法，这个我们也跟国家俩是弄不到一块去的，对，我们做生意的做什么地方生意不是一样的？就是朋友你把我们的身份证你登记一下就他们自己就过来呀。这个不是一个地方全地方就去那个开房间以后身份证一登记，他们就自己就过来就把我们身份证登一下，然后他们也走的呀。什么地方？我来问一下吧，这老板。哦，我也没办法，是我要问一下老板。好。